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2句，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咱知影讲各种的语言拢共款，咱会晓应用愈侪比较形容，讲话就愈丰富。人100年前，国情去评定日本时代《台湾风俗志》这本册，用国者结合各种的动物来比拼。去民间听到这俗语话，拢总甲记录落来。头一句，国情你著看讲呢，无毋对。用国者甲各种的动物虫拖咧比拼，拢是形容世间事哦。头一句讲水底一款虫拖叫做水龜啊，讲你食水龜无八壳，啥做食水龜无八壳？台湾风俗志内底解说就是讲吼，吞东食铁，啥物都甲步步落，拢总甲侵占。啊，毋过即款人吼，诈先为君主，食水龜无八壳的人，结果表面看起来真正直。即款人用即个形容词来形容。啊，当然啦，即马吼已经真罕得听到水龜即句话啊。你颠倒吼，都市社会有人讲水龜，台湾话咧讲水龜，有人咧表示烧水底啊，这嘛有哦。啊，毋过遮是咧讲水底一款虫拖。啊，共款用动物用遮来比拼，台湾风俗志内底另外一句共款讲遮，讲石狮食甲烂肚。那以英国日本时代咧比拼是讲，即个人足狮食、足贪食的，石狮食甲烂肚啦。啊，毋过吼，另外一句现代流行俗语话讲，天落红雨，石狮烂肚，就是讲，互你无底看、无底暗算，互你想无的，才会讲石狮食甲烂肚。因为石狮你内底腹肚烂，你免哪看会出来？这都无可能的代志嘛，互你料想未到的代志嘛。啊，共款用动物甲食结合做伙俗语咧比拼。较早的台湾人真咬舌，100-200当前台湾风俗志内底，搁一句讲叫做食蛇配好血，干那听咱就惊啦。食蛇搁好刣落，啉好血落去配，安尼毋着极度的凶恶之徒，无毋对吼。食蛇配好血，就是讲即个人有够凶恶的啦。啥物歹代志，伊都敢做。咱讲迄叫做食蛇配好血啦。当然啦。现代社会，这个俗语话，毋是讲普遍真有机会通好应用。毋过咱甲听，咱甲采纳，咱甲放伫咧头壳底当做参考，相信也是真艺术，有好无歹。